让开吧，师伯，凭你一己之力，根本挡不住我的陶俑大军，你根本无力阻止我。哼！今日我一定荡平60门，剑来！我的10万大剑，还有这些堪称兵器的陶俑，敢问大师伯，你要如何抵挡？剑主，时机已经成熟。降仙术。不愧是剑圣前辈，竟以一己之力大败修武。我成替身了，这也在你的计算之内吗？